Hello， 大家好，都係 Jackie 啦。今次呢個樓盤真係好適合香港街坊啊，亦都係香港啲粉絲叫我過嚟影嘅。點解我話呢個樓盤好適合香港街坊呢？大家都知道嘅，香港人買樓3個點，第一個交通，呢度呢旁邊係直通巴，可以直接去到我哋深圳灣關口呢，就40分鐘，過翻到我哋嘅香港呢，都係1個鐘嘅啫。然後入市買票呢，大概係幾廿蚊嘅啫，好方便嘅。如果去遠啲嘅地方呢，10分鐘去到中山北站，去到全國各地都係冇問題嘅。講完交通啦，咁第二個重點係咩呢？配套旁邊個生活配套係好齊全嘅，然後呢，有一個萬運匯啦，同埋我哋嘅保利廣場啊，呢啲已經係開晒啦，乜都有齊晒，咩 KTV 啊、沐足啊，包括飲嘅食嘅已經有齊晒。旁邊仲有2條係宵夜街嚟嘅，專門食宵夜、飲啤酒、燒烤嗰啲嘅嘢，好齊全嘅。所以如果香港街坊住喺呢度飲茶啊，或者平時度假養老啊，乜都齊晒，好方便噶啦。第三個重點就係呢度嘅實用率啦。呢個87平方係4房嘅，睇到一入嚟咧先送咗一間房噶啦。然後咧客廳個開間其實有3米嘅，包括係仲有個大陽台噶啊。好少會做到咁嘅。呢個我哋嘅餐台做4個人6個人係冇問題嘅，包括呢個我哋嘅廚房係 L 型嘅，咁佢係乜都配備有噶啦，全部都係有齊晒嘅。87平方喎，4個房喎，你諗下。呢度兩邊係客房，呢個係公廁嚟嘅，由兩邊係客房，而且啲客房係唔細嘅，其實佢做個1.5床或1.6床係完全係足夠嘅。裏邊個主人房咧就可以係加埋個透廁嚟噶，80平方做個4房，你諗下呢個先係最主要嘅賣點嚟嘅，亦都係好多香港街坊中意嘅原因啊！啱先我講嘅有咩驚喜呢？就係依家呢度3萬蚊就可以上會啦，而且你睇到嘅家私電器係可以送俾你嘅。第三個係咩呢？就係送埋車位俾你。第四個係咩呢？就係山姆會員店嘅1萬蚊購物券啊，可以送埋俾你。所以你依家係買呢度，交通又方便啦，又配套又乜都有啦。然後你買呢層樓，呢啲所有嘢都唔使你嚟啦，唔使憂啦。無論度假啊或者居住啊，都係冇問題嘅。所以呢度真係適合你。睇樓揾 Jackie。拜拜。